主后2024年5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困境中的学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57篇第1到11节。大卫闪避扫罗密伫洞内的时，做即首金诗，交互圣乐长，调是用毋通毁坏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！我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膝骨的顶下，听候灾难拢过去。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，但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。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，互吞踏我的人失败见效。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实。我倒伫凶恶的人中间，因亲像狮，长胆要吞食人。因的喙齿亲像枪，亲像箭；因的舌亲像利的刀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，要互我屈服；伫我的面前开陷阱，家己颠倒跋落迄内面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称赞。我的心神啊，着醒起来；琴啊，瑟啊，着醒起来。我要甲日头叫醒。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间感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若天遐尼悬，你的信实透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困境中的学乐。当你伫心情无好、失志的时，会想要唱歌无？可能真侪人伫失志的时，连讲话的气力都无，搁较免讲要大声唱歌。有一位老兄弟的囝拄好壮年期，却因为心脏病发作，雄过身。老兄弟的囝虽然毋是阮教会的会友，毋过老兄弟拢有来教会聚会。为着安慰所有家属的心，教会主动询问老兄弟，伫告别式以前，减通去伊的厝举行安慰礼拜。这个询问得到老兄弟和家属的接纳。当我伫咧准备经文信息和找礼拜中要唱的诗歌的时，意外得知一首教会时常唱的诗歌，主永远伫我心。创作背后的故事，因为安尼，当教会伫老兄弟厝里举行安慰礼拜时，我就分享这首诗歌的创作故事，希望老兄弟和家属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安慰。主永远伫我心。这首诗歌是泰国族的周如峰牧师写的。诗歌旋律轻快，歌通分部合唱，是教会喜爱吟唱的诗歌。每当听到这首诗歌，总会互人感受到受鼓励甲安慰。纵然我从来袂捌想到，这首诗歌竟然是一牧师伫痛失爱女的时所写的。对身为父母的人来讲，人生上大的哀痛，莫过伫为子女送死别。总是一牧师虽然经历安尼的悲痛，却看悲哀做上赞，因为伊体悟到人生无常，就亲像乌云会遮蔽头前的路，
只有主的疼会当武为上疼。诗篇57篇是大卫伫咧逃避扫罗追杀的时所写的诗。扫罗认为大卫的存在会危及伊的王位，因为安尼对大卫无好眼色。大卫为了存活，不得不逃离扫罗，后来秘藏伫一个山洞。迄时的大卫深深惧疲，毋过伊的心灵并无因为安尼就互乌云笼罩，因为伊将眼光转向至悬的上帝。伫无人陪伴支持的情况下，大卫也会有负面情绪，想象遐个想要迫害伊的人，亲像食人的狮仔。虽然安尼，大卫对上帝的信靠依然坚定。伊相信，仇敌虽然乌骨陷阱要陷害伊，毋过因会家己陷入其中。主耶稣捌对门徒讲：会害死身躯，却袂害死灵魂的，恁毋免惊。得到着惊会将灵魂甲身躯迄落地狱毁灭的上帝。两只七鸟仔囝毋是卖一角银仔钉。恁的天平若无稳准，连一只都袂跋落地。做话提醒咱，毋通期盼外在的威胁，着爱敬畏上帝，相信伊对世间人的慈爱怜悯是超过世间人所会当想象的。所以，当咱行伫生命的低谷的时，会当仰望上帝，我靠伊信息不变的疼，搁伫赞美中找到快乐和安慰，亲像大卫共款。当咱伫困难中学了上帝，伊会引带咱行过困难，搁享受平安。默想，我的心伫什么时阵会动摇呢？我是毋是伫困境中还会唱出赞美之歌呢？我的心伫什么时阵会动摇呢？我是毋是伫困境中还会唱出赞美之歌呢？咱来祈祷，公义慈爱的上帝，求你赐予我充满信心的眼光，尽管面对真侪艰难的环境，拢会当倚靠你的庇护安然度过。因你的权能赢过世上的君王和强权，愿我会当谦卑投靠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